把中国说的那么美，那么好，原来你们是想吃掉它。我恨你们，我恨你们，我恨你们！陛下，当那个女管家把这2副玛瑙珠子送给我的时候，她的眼里还含着眼泪。她告诉我，他们皇城里驻扎着8个国家的军队，要征服中国的是俄国和日本，是我命令瓦德西和木木不要跟着别人去瓜分中国，要主张不再割让他们的土地，而是保障德国的利益，削弱日俄在中国的势力。陛下既然是如此的用心，又为什么非要这样对待中国的特使？对待这样落后的国家，只能如此。他们玷污了皇家的荣誉，使他们伤害了我的女儿。请陛下恕我多嘴，我认为孩子们的心灵是纯洁的，起码是困惑的，或者是矛盾的。父王，伯爵夫人是对的。中国人把朝珠都当成了礼物，这等于一个将军交出了他自己的佩剑。我不允许我的儿子去同情我的敌人。陛下，把中国当成敌人，就该对他有所了解。如果父王不肯，那我就要去做。早晚有一天，我要去访问中国，要知道他令我神往的一切。放肆！我说过，对中国只能避视。对于他们的反抗，只有一个字，那就是杀。我不能让人说我的全家都是杀人狂，史奈德夫人。王后陛下，麻烦你打个电话，把他们请到我这儿，我要把不该要的礼物还给他们，并对我的女儿给他们造成的麻烦表示道歉。陛下，再让陛下想想吧，你可千万别太着急了。哈哈哈，你会做中国菜了？满大总管说他让我试一试。哈哈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！你一定要好好学。这2天又学会做什么菜了？没有，人家没有时间教，都怪冯考特少校，他非说有2个中国王爷。啊，冯考特少校总是出难题。这就是中国功夫。啊，王爷早啊！真有2个。王爷，启禀王爷，王后邀请咱们去皇家花园。是不是要发落咱们？不像，还让咱们亮几手拿手的，参加王后办的灯光晚会。灯光晚会？嗯。别不是办的什么鸿门宴吧？九爷呢？我去看看。
不用了。七姑，你去准备参加他们的灯光晚会，把该带上的都带上。不管他是刀山火海，咱们也得闯。遵命。陛下，你立刻到中国使团驻地，告诉冯考图少校和亲王殿下，要用卫队把他们押到这里来。告诉全体卫士，要严密地搜查驻地，不能留下一个中国人，要让他们按照花名册，一个不少的，全部到这里来。你去吧。是，陛下。陛下命令你把中国人一个不少的都带到皇家花园。是。陛下命令严格搜查驻地，把中国人一个不少的带进皇宫。是。他们说按什么名单，所有的中国人都要带进皇宫。他说按照花名册，一个个把咱们都要押到皇宫里面去。哼！我想给我坐下你啊！干什么呢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想要咱们好看吗？这个时候了，就是火焰山，咱们也得闯。谢谢二位及时通报。谢谢二位及时通报。我们相信，王后把我们都邀了去，是一番好意。王后把我们邀去，这是一番好意。这是我们参加王后的灯光晚会、摆中国酒宴所需要买的东西，希望二位多多帮忙。这是参加王后晚会需要买的东西，希望多多帮忙。要带白毛的小冬瓜要12个，这冬瓜要带藤带叶儿，能买到。鸡蛋50斤，没有问题。要3斤重的活鱼12条，4两重的小活鱼要12条，大鱼要鲜，小鱼要活。入在灶前，还要在水里游动，这好办。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？把需要买的我给他译成德文。好吧，请。来人呐！在。让小折子告诉外边的，中国使团将全部赴邀，就说中国特使将率全体随员，在天黑之前到达皇家花园，让咱们这人呐，带上挂了锡的蒸锅，泡上京城带来的燕窝，本家戏班都化上妆，穿好行头，带上咱们的家伙和文武场，随时准备听令。这启禀王爷，到时候本家戏班的压轴戏，由我陪您唱别姬，您最好先把脸勾上。怎么，还让九爷当替身？我想过了，您一直是戳在后面的，在这最后的关头，万一出现什么差错，等于咱们自个儿亮自个儿的底儿，倒不如啊，扳倒葫芦撒了油，给他来个破釜沉舟。对，我也豁出去了，这个王爷我还当定了。大总管，虎姑娘该怎么办呢？让虎姑娘还是女扮男装，帮助咱们保护王爷。殷大人，要是他们摆的是鸿门宴，非要跟咱们较这个真儿，王爷的安危就靠你们了。咱们要想办法冲出虎口，保王爷离开柏林，只好走到哪儿算哪儿了。
王爷，卑职奉旨保驾，当和王爷休戚与共。先别想那么多了。我载沣要是到了那份上，是死是活还不都一样？你们先按大总管的安排去办吧。啊，这。